同款是一桩工人意外，昨下晡呢，捷运万代树林线工人伫咧吊钢管的时阵，摔落落来，撼到一个骑奥多拜经过民众，伊头前喙齿是断裂气髓，送去病院。那新北捷运局承认业者操作问题，已经下令停工，上无罚落班。那这案署也派人到现场了解，那种违反这案法，上重会当罚到30万。捷运时间拍拼伫做吊车嘛，当伫吊挂，毋过做到一半，向阳有钢管绑伫边仔的车路，工人赶紧去外口看。骑机车人经过，煞叫撞到车头全毁。骑机车人虽然无性命危险，毋过落去喙齿断去，阁有头晕的现象，互人紧急送医。我是听到声音，后来出去有一个机车骑士满脸是血，然后已经躺在那个人行道了。捷运工地紧邻道路就在树林区的中正路上，现场不但道路狭窄，而且车流量大，汽机车频繁通行，只要施工稍有不慎，对来往人车都是风险。出代志的工地就伫捷运万代树林线树林段，厂商赶工伫做捷运基础条啊，煞伫初日下晡5点外弄到围篱遮的设施，引起公安事故。新北捷运局坦白讲，业者操作无细致，毋过毋是吊挂的钢管落落来，是支持篷布甲围篱的镀锌钢管，弄掉了后规片倒落来。因施工厂商操作不慎，导致帆布支撑管砸伤路人，开罚至少6万元，以及停工并要求改善。检察员已经在现场在检查之中，如果雇主这边在施工过程中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话，那雇主部分呢就会我们处以最高达30万的一个罚款。那另外呢，他原事业单位如果有在承揽管理上面有缺失的话，也会处以最高15万元的一个罚款。规条万代树林线时间不时出事故，2021年始祖崩坑工程，一个工人缀着伤救无转来。2023年工人拆解暂顿机，因为零件冷气落落来，头壳压到死亡。即马认为肇事搁出代志，厂商互人下令停工，依法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